咁所以我哋嗰個站樁嘅時候咧，你要注意咩咧？第一，你要同你嘅身體嘅每一部分溝通到，同埋你要令到你咧可以保持呢一種唔用肌肉嘅平衡。嗱，當我企喺度嘅時候咧，其實用咗好多肌肉係用喺邊一度嘅，就係中間呢個 core muscle。就會用好多嘢咧，去令到你企喺度拉住，OK？咁咧你當你站一站樁嘅時候，你擺好啦，你準備好啦，你可能你係用30分鐘、20分鐘等等，或者1個鐘頭。咁你呢個鐘頭或者呢半個鐘頭你做咩咧？你就要同你嘅 core muscle 溝通。你要嘗試咧，嗱，俾我擺好呢啲位置之後咧，即係我積木咧褪好晒位啦。第一就做好啦，你可能頭1分鐘已經做好啦。褪好晒位之後咧，你要將你嘅肌肉掹走，即係我唔再用肌肉啦，咁我要鬆開。嗱，咁呢個就係靠你靜觀嘅時候，你同你嘅身體咧要有溝通，咁咧你就可以去嘗試去指令佢放鬆。咁咧你嘅放鬆嘅時候咧，你會知道自己放鬆咗。個原因咧就係、當你一放鬆，你嘅重量咧係會向下跌嘅喎，因為你嘅骨骼、骨骼同埋你嘅肌肉咧係會向下跌個重量。咁咧，當你一放鬆嘅時候咧，你就向下沉落去。於是乎，你第一個感覺咧就係個大腿咧係會即刻收緊咗，因為你要繩索之前冇嘅重量，你而家突然間多咗，因為你放鬆咗。咁到最後咧，你又要跟住咧，你要將你嘅大腿嘅肌肉又再放鬆。原本佢都定住緊嘅，再放鬆，咁佢嘅重量咧又再向下一格咯喎，就去咗小腿咯。好啦，咁然後咧，你頭先你同你嘅小腿溝通到，你覺察到佢嘅存在嘅位置，於是你又再命令你嘅小腿，咁你再放鬆，再放鬆摸得咯，放鬆到咧，佢就會落去你嘅踝關節，踝關節。到最後你將你嘅踝關節放鬆埋，佢咧就會去到腳底。去到腳底咧，盡頭，你個腳板同你個地咧就會變成一個好重嘅壓住咗。咁咧呢個時候就係我個目的達到，我就要將我身體嘅重量傳送落去腳底，離開我嘅身體，離開咗我身體。於是乎我嘅全身嘅力量咧就冇咗，作起晒。咁咧就個腰就放鬆啦，咁啊連帶我個橫膈膜亦都會慢慢向下拉，因為放鬆咗，我就會向下拉。咁唯一一點唔向下拉嘅咧就係呢一點咧，始終咧你要保持條繩掹住，手臂都放鬆咗。咁於是咧站樁嘅時候咧就係練放鬆，但係放鬆嘅前提咧係你要擺正咗所有嘅元素。就練呢一種向下沉嘅一種功夫。呢一種功夫日後咧就喺呢個拳架度出現。咁到時咧就唔係咁輕鬆嘅喎，因為到時咧係單腳嘅喎，係嘛？仲係有時咧係會去到好低啲嘅。咁所以到時咧佢就會好重。但係你要將呢一種咁嘅情況咧套用咗落去嘅拳架，去練呢套拳。一陣間我哋會練得到18式，你可以不妨你依家你每一次打呢個18式嘅時候，你就諗翻你今日講呢一樣嘢，有冇辦法令到你所有嘅元素擺正，然後將你嘅重量、將你嘅肌肉力做翻相同嘅動作，行女擠按，係嘛？弓步、坐步、單腳，做翻晒所有嘅嘢，咁你就會發現咧，你嗰套拳嗰個感覺就係好唔同。有冇問題？